丽丽，你要干嘛？西明统治者加入任何组织，将认定为该组织向帝国宣战。放心，我不会答应的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一会儿出去需要用的。谁要这破玩意儿啊？我可不会加入啊！证件你最好留着。有没有听人说话呀？现在什么基金会、什么帝国，都喜欢强拉人头的嘛！唉，虽然出了些意外，但最终还是顺利报到，生活终于进入平静的正轨。哥们儿，要学习资料吗？什么学习资料？干嘛呀？哎呀，学校有人卖教材很正常嘛。走了。已确认陛下位置，所有使徒融入此区域。希望这样平静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。